11月，審計署批評郵政署嘅電子證書使用率低。中國報導。現時市民電子報稅、上網申請車牌或者係利用網上銀行交易，都可以利用郵政署發出嘅電子證書核證。而家今晚早啲瞓。市民換領智能身份證嘅時候，都可以申請1年免費嘅電子證書，但係申請嘅人唔多。電子證書唔係好理解嘅啫。咁你覺得係有冇作用咧？對我嚟講冇咯，因為我都唔識點老一輩嗰啲咧，即係唔上網啊，唔成啊。郵政署01年預計會有60%人選擇將電子證書載入智能身份證內，但審計署發現只有1成7人咁做，申請電子證書續期嘅更加唔夠1%，只有800張。截至3月，當局發出大約130萬張電子證書，較原先估計少60%。自2000年推出以嚟，電子證書已經累積虧損近2億。審計署質疑郵政署嘅推算太過樂觀，認為當局喺估計服務需求嘅時候要作出合理假設。郵政署話同意審計報告中嘅建議，又話會同政府一齊檢討電子證書嘅發展模式。